真心推薦俾所有女士，唔使再怕每個月 period 嗰幾日，一日一包輕鬆揾翻 period 前同埋私密健康平衡。女仔最怕就係每個月嚟 period 嗰幾日，捱夜、壓力大，加上飲食不規律，都會令到經期不順，甚至出現經前症候群症狀。period 前個肚谷住脹住，私密部位都會變得敏感，有時塊面仲會出暗粒，影響工作，同時都好困擾。依家我需要兼顧工作同埋湊 BB， 唔可以俾呢幾日打亂自己嘅 schedule， 更加要揀 number one 去 take care 自己。直到遇上專為女士調配女士全效醫學級益生菌原配方500億，特別中意佢醫學級複合益生菌，仲有臨床實證支持，細細一包做到調理經期、改善私密問題、減低復發機率、美肌去痘，市場唯一一包3效。由腸絲襪族出發，從腸開始，平衡絲襪菌群，以菌養好菌，全面改善經期前不適同調理絲襪健康。真心推薦俾所有女士，一日一包輕鬆揾翻 period 前絲襪健康平衡，可以直接倒入口或者加入水度飲，有時出外工作都方便食用。持續服用2個星期之後 ，period 前嘅谷肚感、不適感都冇晒，連絲襪唔舒服嘅都減少咗，唔使再怕每個月嗰幾日帶嚟嘅困擾啦。